大家仲有30秒鐘爬，咁打咧。仲有30秒啊！仲有30秒。我拍定 story 先嚇。好，最後20秒，最後20秒啊！最後20。大家記住衝出去，小心啲啊！石都跣㗎，向右轉落水塘啊！10、9、8、7、6、4、3、2。你一開始咧就係呢段落車路段啦，落咗去成呢個大潭水塘，跟住咧就變入去淺水灣峽嘅大潭水塘。喺上面衝落嚟咧，因為我哋對唔住啲地心吸力㗎嘛，所以一定要跑。但而家呢個平路就唔好跑啦，好流實力。而家跑咗佢嗰啲咧，遲啲咧去到20-30公里就見翻佢嘅，所以唔好啊，立前鬥後。哇！見到阿 Larry 哥啊，係，好。呢度咧就冇 check 過燈，呢度哦木橋啊！呢段咧就係由淺水灣峽行去赤柱衛信徑嘅第一段開始，跟住就上媽閣，前面應該係媽閣山，應該就要上面。而家咧就喺呢個引水道行緊，應該要跑嘅，不過前面都唔跑算，夠力。離開咗嗰個引水道之後，要落山，下低係 checkpoint， 跟住又要上翻山。唯一一個好處就下低有水飲。呢度就係赤柱啦。留咗好多腳步嘅地方。我就同 Larry 一齊啦，今日。魔鬼啊！上咗八角。今日都曬曬地，不過有啲冇雲好嘅。夜晚間 cover 到個太陽，今日着住濕鞋啊！ 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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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到孖崗山山頂啦，呢度就係孖崗山山頂。而家落山，落完山，再上去對面紫羅蘭山對面啊！而家見到。我終於上到孖崗嘅第二個崗啦！原來頭先我哋影嗰個係上呢度啫，而家我哋嗰間叫紫羅蘭山咧，即係而家落完山再上咧，係前面呢個。完啦！好，繼續。哇！呢度就係淺水灣坳，呢條路直上就係紫羅蘭山啦。啱啱係孖崗山。紫崗橋。講少少我對鞋啊！頭先咧呢對鞋係Hoka嘅Mappa TX，今日咧係第一次上山嘅。上個禮拜先買嘅，咁就開鞋咧就着咗2日翻工行路，咁今日真係上山啦，搏下啦嚇！咁初步感覺都舒服嘅，嗰個 cushioning 都好正。左腳同右腳咧，頭先咧就覺得嗰個鞋帶綁得唔係咁好啊。咁右腳咧就好舒服，左腳就好似跣跣地。咁再 adjust 咗少少咧，都 OK 㗎啦。咁鞋底就比較鞋底咧就比較闊，咁所以咧就行啲凹即係比較多石嘅路咧，都係有少少唔係好穩陣。咁但係咧主力都 OK 嘅。好，呢個就係我隊友 Larry 哥。謝晒，爆晒，未爆啊！人形車隊啦，唔好啊！好啦，而家咧就上到一半紫羅蘭山，呢度風景優美，不過係金啲。呢邊係淺水灣，對面咧就係頭先落嚟嘅孖崗山。呢度係大潭水塘啦，係咪好靚呢？好，繼續努力啊！今日咧又見到奇人啊！呢個第二次見到佢啦，上次嚟試鞋唔係試路咧見到佢。你叫什麼名字 ？Cecilia。係啊。佢好似翻工咁樣㗎。佢話咁樣先舒服喎，對吧？舒服嗎？好，謝謝，拜拜。拜拜。好，而家上到嚟紫羅蘭山啦，標高處紫羅蘭山。Hi， how are you? Good。馬律跳。跟住我哋就落山啦，呢條路落翻去頭先陽明山莊起步點嗰度，跟住就上小馬山嗰邊。過咗第二個 checkpoint， 而家上緊小馬山嗰邊。呢度咧就係有個叫sorry， 呢個係渣甸山啊，呢個係渣甸山嘅紀念碑。加拿大渣甸綠歐。好，我隊友死啦就嚟，Larry哥，Larry哥有咩感想？上完孖崗紫羅蘭，而家上渣甸，收皮啦，準備翻屋企沖個凍水涼。我都係要翻屋企，不過去到大埔道先，去到唔止啊！上埋城門先有得翻屋企，沖涼翻之後，因為我留咗個袋喺嗰邊啊。呢度就係小馬山對面小馬山，我而家係渣甸山行出嚟，呢個石礦場。今日得晒。熱地啊！落山咧，呢對鞋咧就 OK 嘅都。落石級就穩定。
呢度睇緊小馬山，應該係加埋個日頭咧，呢個應該就係全段最辛苦。呢間大佬東洋山咧，因為都差唔多日落，就應該 OK 嘅。但而家正午啊，所以上呢一節咧係最辛苦。呢度由石礦場底上到去山頂，大家都係咁樣捱上去嘅啫。呢度係小馬山落緊山啊！鰂魚涌、太古城嗰邊咧就係台灣尖沙咀。呢節應該係全段咧城市景嚟講最靚嘅一節啦。石級都容易嘅，呢節落沙都冇計，上就唔同啦。我對麥花 TX 咧行呢啲路咧就如履平地啊！因為佢落去咧就好似有少少彈，有少少尾班。啱啲嚟講，咁可以跑落去，跑落去咧，前掌嗰個膠咧真係彈得幾好，同埋好順好穩定，因為個 base 咧都闊啊，佢個底都硬。所以就頭先行啲尖石咧都唔覺得硬腳 ，cushion 好好。好，嚟到小馬山山腳嘅送子觀音嘅道行，呢位就係送子觀音。咪喺呢個直去落咗嚟公園。沿住呢條落山石子路嚟嘅，所以都幾好跑。繼續即係彈下彈下，唔係好穩定啊！唔怕拗柴，因為個底比較闊。我之前着 Speed Go 都差唔多闊，但係 Speed Go 又冇佢咁大。嚟到七仔。魚涌嘅七仔，呢個回雲湯、回雲水，12:44嚟㗎，即係跑咗4個鐘頭44分，20公里，仲有30公里，食完嗰個回雲湯，呢度即刻好啲。我兩個師兄喺度，80K 啊！一齊太 B 啦，回氣。好，差唔多又開始啦，而家搭地鐵過油塘，住呢條路竹魚涌站，鰂魚涌站啊，入閘啦！狀態唔錯，飲完佢回雲湯之後，狀態真係翻嚟，唔知啲抽筋感覺冇咗啦。呢度咧就係油塘上將軍澳魔鬼山呢條路咧，隔離起緊 MTR 中豐大樓嘅 property development。我今日咧，仲要穿過呢個後面呢啲好險啊！有條小路咧，直上咧就係將軍澳墳場。經過個廟嘅會，呢度以前係啲徙置區，我估有啲人喺度住。啊，呢度咁靚嘅路，唔錯唔錯。呢度就係將軍澳墳場隔離，見到將軍澳花灣大橋。2023年12月通車，
通完車之後咧，呢度就多咗個景點啦。好，沿住呢條路去，我而家喺魔鬼山啊！魔鬼山直去 Checkpoint 2啦，唔係 2啦，1、2、3啊！呢度上緊去啱啱過魔鬼山，因為油塘後面啦。頭先我哋咧就喺對面海搭地鐵過嚟㗎啦。頭先我哋上咧就係前面起緊嗰兩棟樓隔離有條小路上嚟，咁上到嚟呢度咧，啱啱呢個山谷咧就有呢個 Checkpoint 3。咁而家我哋就繼續上。呢一節啊，好彩冇太陽啊！而家唔係真係抽筋啊，中暑啊，陰陰地。好，繼續。呢度就係過咗魔鬼山之後，五桂山山頂，標高281，落山啦又。後邊係將軍澳市，唔流啦，想唞都唔想唞，唔唞啦，唞都要能量，慳翻唞嘅能量去行先啦。好，我哋嘅去到前面咧，就係井欄樹。好，繼續上到嚟呢個飛機牌啊！五鬼山隔離有個應該係俾啲飛機航道嗰啲牌 landmark， 越上越高，呢個應該係最高點啊！跟住咧就落山去井欄樹方向。好，終於嚟到呢度，分叉好啦，去順徑向落，跟住就去到麻湖仔，麻湖仔之後就平路啦。呢邊咧就去茅山啊！好，落啦，跑樓梯落。呢對鞋咧都係跑樓梯落山咧係幾舒服嘅。不過我隻膝頭哥咧，因為曾經受過傷咧，所以就唔可以太大，有時觸發到嚿。終於嚟到井欄樹村口，即要過馬路，小心啲過馬路啊！好，好啦，跟住呢個方向。approaching 井欄樹就係呢啲村路啦，幾優美。對面就係飛鵝山嗰啲豪宅，呢個白色呢個咪啊林青霞屋企啊，之前好似燒咗，而家整翻嚟，覺得好似自己屋企咁啊！好，去到井欄樹，呢條路就係去西貢彩虹去西貢嗰條馬路，呢邊係西貢，呢邊係彩虹。我而家咧就要落吞落，而家係幾多公里啊？28公里，suppose 係。好細啦嚇，睇下先啊，睇真啲先。係28啊，我隻標27，因為頭先遲咗撳標。對腳咧都 OK， 依家少少補給就應該可以開始打大佬。打大佬嘅意思即係去東洋山直上400啊，400米上啊！好金啊！Checkpoint 4，
27.9公里，下一個就要行7.6公里之後先到。有寶礦力水蕉，啲埋有蕉啦。Hello， 嘟咗啦，唔該晒。有可樂。而家離開 checkpoint 啦，食咗好多嘢，好似大食會咁啊！有寶礦力，又有水，有香蕉，有朱古力蛋糕。啊，真係行完變肥仔啊！呢邊咧，係呢邊係邊？而家入村啦。咦？呢條路比起以前好咗喎。有啲人種下啲梨，種下啲菜，自己食，自給自足，真係寫意啊！哦，前面咧就入山嘅啦，入山咧上咗少少之後又向下，跟住又打大佬啊，東陽山啊！就喺呢條路仔一轉上去就入山啦。好，情況非常之理想，一啲都唔惡劣，輕微惡劣啫，曲力到。好，而家咧行呢啲路比較鬆嘅泥路咧，都好容易行，即係對於我對鞋嚟講，都唔係覺得好都唔會拗柴嘅感覺啊！呢度幾靚，獨木橋啊嘛，呢度咧一路落山落到底，差唔多落到一半。呢啲比較多樹藤嘅路咧，都難行。只要踩上啲石面，避開到啲樹藤咧，其實都絕對係舒服。呢條路咧就真係比較野外啊，係比較崎嶇，冇乜點修葺 ，which is 我覺得係好好嘅，唔會太多人工啊，有石有樹根，比較 technical 少少嘅呢個路。咧，好似有幾間屋，都唔對。好耐之前係有人喺呢度荒山野嶺住嘅。有小橋流水，趁而家咧未天黑啊！依家應該都係3點半到啦，仲可以影到啲日光，影多啲先。呢度行幾好，佢啲石面咧又唔係覺得佢好好跣啊，不過 vibrant 底都唔錯。其實基本上冇乜點跣過，我覺得都好滿意。可能今日冇落雨，但係頭先經過啲溪流咧都 OK。好，呢度係向住蠔涌方向嘅衛信徑。頭先我講嘅屋咧就係呢條啦，真係起到一半。幾年前就係咁。而家又係咁，即係冇起過啦，可能已經荒廢咗，帶點神秘感啊！呢個順住落山就係啦，呢啲應該真係荒廢咗，啲窗都幾有特色。有啲窗，哇！有啲彩玻璃嚟喎，好似教堂咁啊！喺度拍戲喺呢度。
好，呢度咧就係上東洋山之前嘅，唔記得咗呢度叫咩添？頭先有個狗場。好，呢度咧叫邊度？有個牌引領我哋上去益信經，上東洋山啊！開始打大佬啊！呢度上400，呢個真係大佬。呢度上緊東洋山，行得好慢啊，因為都唔使扯爆，因為而家已經行咗30公里咗啦。咁見到條路咧真係比較崎嶇嘅，繼續努力。呢度係東洋山嘅山腰，已經背死啦，但係已經係冇咁密林啦，因為已經去到山腰。山腰以上啦，嗰個仲有100零米啊，400米裏面仲有100零米，即係上升咗200零米。好，嗰度就係山峰嗰邊，嗰個就頂啦，要繼續努力攞翻去。而家咧真係到山頂咁滯啦，呢條路咧係有啲崎嶇嘅，石頭多，碎石多，不過都難唔到我哋對鞋嘅。好，差唔多啦，即係呢個位，努力。要同自己講，上山係我朋友，樓梯係我朋友，幾多朋友？呢度終於到山頂啦，東洋山山頂有個牌，前面咧就係大老山個氣象站同埋慈雲山，我係慈雲山氣象站同埋大老山，嗰邊係飛鵝山，哦幾靚！呢度就係西貢，應該係白沙灣嗰邊咁多遊艇，嗰邊係馬鞍山，啊水牛山啊，水牛山後面先係馬鞍山，呢度見到。好啊！唞一陣就落山，努力啊！我而家咧就已經去到飛鵝山啦，過咗東洋山之後去到飛鵝山，好快咧就可以落山啦。啊！就呢度，沿住呢條路咧，就會落翻去獅子山、獅子亭，都有段距離嘅，但好彩落車。Lap 33, 1941. 哇，33公里啦，即係34公里。今日全程係50公里㗎，走好少啫，10零公里，仲要係落車，再加引水道，應該就可以完成咗嘅。啊！今日啲霧霾好勁啊，因為就快咧打風啊，有個風喺菲律賓吹緊過嚟。不過咧，因為我哋有季候風，所以咧應該咧就唔會點樣吹到我哋嘅。不過咧，啲下沉氣流咧令到好大霧霾啊！呢度咧就係大老山，大老山個氣象站。頭先個東洋山咧係高度係233，而呢一個大老山氣象站，即係呢個波波嘅，佢係577，好高嘅。落咗去獅子亭，沿路真係咁樣噶啦，幾公里都係咁樣落去先。跟住嗰度就係尾二個 checkpoint， 跟住就維徑落山頭沙田嗰邊，人哋引水道。
邊座站？沙田坳道1.535.6 K， 而家時間係5點18分。有冰水淋親。哎，多謝你啊！有冰水淋親。哇，淋㗎，唔飲㗎？唔飲嘅，飲嘅有第二個。有可樂。冰水淋親。分水幫你燒翻啲水。冰水淋親。嗰度有冇 gel 啊？冇 gel， 有可樂，有保樂力。爽啊！唔該。仲需唔需要？可樂要。你哋兩個。冰水淋親。啊，4PM，而家落山啦，呢度過咗獅子亭，喺沙田嗰邊落山，前面就係落嚟就係引水道，慢慢落咧都幾好跑嘅，但就唔可以谷得太盡，因為咧會谷爆。已經行咗35 K， 雖然可以谷，如果唔係咧跌爆咗咧，完成唔到添啊！好，啱啱落到引水道，6公里平路啊，跟住就上馬騮山，就差唔多去到終點。而家已經係5點45分，努力！仲喺引水道啊，跑咗1公里，真係冇乜力啊！所以而家行緊引水道啫，咁我陣間可以再跑多陣。This is me， 仲有少少啫，而家去到40公里啦。好似係51公里嘅全場，即係仲有10公里，繼續努力。頭先落山咧，呢對鞋就都輕微頂趾啊，因為可能我綁帶唔好緊，但係都可以接受。跑呢個引水道邊咧，即係而家呢條平路咧，就都好順嘅，但係我真係冇乜力。只係可以行嘅。比起我對 Speed Go 之前咧就係咁頂趾，咁所以就即刻買翻對麥花田嘅 3.2。咁麥花田 3.2咧上個禮拜着就着咗2次啊 ，OK 穩定，個底夠硬 ，support 好好啊。咁唔會覺得唔穩陣啦。咁但係咧，我上個禮拜行麥徑嘅6至10 45 K 落3段咧，過咗第9、第10段係落山，咁就佢嗰對鞋就唔得啦，因為佢個鞋頭比較窄啊，咁腳趾兩邊，即係腳仔兩邊都磨損咗，所以。同埋嗰個腳底咧就有水泡。咁今日咧，我而家呢一對咧，我就用咗2對襪，再加凡士林。咁牙對而家都 OK， 唔係冇嗰個之前嗰個問題。之前真係太痛啦，所以即刻又要再買多一對麥花 TX 攻頂啦。麥花 TX 應該係最貴嗰對。前面咧就係沙田嘅望夫石，而家已經係差唔多6點啦，所以咧就天都開始黑。陣間行到去大埔道應該都黑晒㗎啦。咁黑晒咧就比較難影。咁睇下到時影邊度。OK， 努力。呢度就快去到大埔道啦，但係個天已經黑晒，所以我要去打燈啦。即係就大圍啦。
大圍夜景啊！好寧靜，一啲蟬叫聲，唔係蟬，同埋我啲腳步聲，好寫意。好啦，呢個 final checkpoint。5係咪7.5就101就係301 7.5就係301。興文咧，原來我係前面有好多個啊！我係前後都有好多，前後都好多，尾10係嘛？唔止啊，唔止啊，唔止啊！唔止啊，我唔係咁差咋，唔係好差嘅，放心。中段，唉，好彩 average 得㗎啦，我唔使攞獎嘅，但係又唔好最差。哇！呢度有鹽丸，又有餅乾，幾好幾好。繼續，啱啱離開咗 checkpoint，上山啊，最尾一個山，之後就城門水塘，仲有4.2公里喎，咁到 checkpoint。呢一節咧好多馬騮嘅，我唔知係咪瞓晒覺咧，見唔到。有小雞啊！最後幾步，恭喜晒！同埋呢個係在重嘅，保影。Yes。應該係啱啱12個鐘頭。啱啱玩完50公里嚟呢個其實係一個毅行嘅訓練賽 Imagine 如果而家啱啱行完50公里之後咧，毅行咧就開始行針草舞咯喎。唉，針草舞我背後就係針山、草山、大帽山，真係應該都會行得好慢，因為行完50之後其實都謝謝地嚟嘅。希望下個月底一行嘅時候，呢個狀態會進步啲。